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最近嘅你俾人感覺好似有啲鬱鬱寡歡，好似有啲唔係好滿意依家嘅生活喎。即使行到呢一步都係你自己過去所決定嘅，但你到底喺度唔滿意緊啲乜嘢呢？水晶卡嘅苦法蛇想提醒你安定富足呢一個嘅課題，佢希望你可以多啲運用想像力，為你嘅人生帶嚟無限嘅繁榮、富足同埋興旺，即係提醒你，你知唔知道自己已經擁有好多好多你曾經想要嘅嘢㗎啦。而另外，水晶卡嘅托帕石想提醒你創造成功，你現在所踏出嘅每一步都令到你更加邁向成功近一步，所以唔使覺得好擔心依家嘅生活係咪自己想要，就係因為你過去嘅選擇，所以先造就到依家呢個生活嘅你㗎。今日可以嘗試去寫一個比較遠嘅計劃，或者去寫下對未來嘅遠景，但係寫完之後嘗試去俾自己畫花晒佢，或者將入面嘅內容改到唔知係啲乜嘢咁樣，去增加你嘅創造力、你嘅想像力。原來人生唔使一定跟住某一個嘅步伐，或者按住計劃去走，俾多啲彈性自己喺未來接受多啲唔同嘅可能性啊！祝願你一切順利啊！